手吼，讲偌好做拢咧搞。伊若是巧巧人，等去想想的，就去现厝来甲你回信的。啊无，我陪住挡伫遐，就我说谁都袂过来。就家洗啊手，就一定破产的啦。趣味咧，实在有够趣味啦。万，这是我3年第一个结婚礼物咯。唔管是鸭也好啦，鹅也好啦，即马外口伫咧卖咧薰的迄种吼，拢安尼伫路仔边凊彩做做尔。啊，若讲要正经薰啊调味吼，就一定爱用这种香丝仔机啦。这吼慢慢啊火，啊豆豆啊薰出来才会调味啦。杜世雄啊，阮后生嫌我啦。你咧叫薰哟？恁后生无来啦？无，你要创啥？要找人要创啥？你若我当了，我这个香丝仔变，你才入去看卖啦。英顺啊！领导，领导，你做啥事？摆啊，恁母啊为着找你，找到阿海因兜去啊。啥？阿姨遐要创啥？去冤家啊，啊无敢会去拍麻将。太惨啊啦！你家己想看卖吼，是毋是有需要去看吼？因为因即声若冤落去吼，反正你甲阿哈婚事就变卦哦。你要做啥你？爸妈啦，对我说，咱做人就爱存天良啦，天公才会斗保庇啦。等恁后生吼，互你赶出来，食无得食，大无得大，你连问都无咧问啦。啊啦，等你即摆想着暗，你才来我这要找人。也无杜志祥啊，你明记知影搁伫咧电视，啊你即摆话毋讲个闹狗去啊？阮英俊啊吼，若无地食无地大。早伊就倒转来甲我叫唔嫁啦，都是伫咧恁遮有地食有地大，伊唔知你甲我做对敌，我无找你讨人，无想要找啥讨人。要找人哦，找我啦！恁后生即几工拢食我带我啦，恁若知影通歹势要算账吼，拄你找我。无你是倒是甲是？我在地啊。在地，你去死啦！在地。无英顺啊，你目睭是快对，饲甲这个不孝子，目睭金金看我了杀人欺负，你竟然一句话都无，你是下教心啦！卡桑，一切代志拢我注意的啦，该无地带啦。啊，人手骨是困入，你才困出来。卡桑，我向阿求婚啊，坤上那边嘛答应了。卡桑，你欢喜来参加阮的婚礼好？我来这歹命，饲啊这个戆囝啦，我财产都去一半，你搁要带人倒转来甲我斗分？石无说啊，你话就讲好哦。我虽然答应因2个少年的婚事，也毋过我无甲你提到1生5年呢。你财产去偌济，出偌济，跟阮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啊，你较大只啦，我。阮如何啊去一个哦，规气要去嫁文生啊啦！卡桑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嘛，阮有是一个喜欢的查某囡仔。你别咧鄙视阮如啦，看起来伊的嫁妆哦，无通啊轮着你啦。对我说，人的嫁妆你得无着，这叫做财产去一半。哦，你实在有够贪的你。你是知影一个我汉钱哦？啥物财产去一半？我投资伫阮如伊遐钱，即摆拢地条袂当转势，安尼毋是财产去一半？这拢是阿海，一直要治英俊啊！啊，若无我甲阮如，即摆是亲上加亲，富上加富啊！但即摆啦，不但嫁妆得袂着啊，我明明是偷掠鸡，倒掠米，洗到食屎，拢是阿海。卡桑，你是咧创啥啦你啊？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唔通甲阮女你口罩，当作做生意你就唔听。啊，无敢要怪我，即摆咧怪阿下要创啥啦？无要怪我心啦，怪我家己小贪，怪我钱摕人的落底下囥。连你这个囝都不爱认我这个老母，搁煞伫咧骂我啦！杜志祥啊，拜托恁查某囝莫怪阮英俊啊，好无？嫌我这个老母伊都不爱治，我干那这个后生尔，拜托你，你惊嫌我啦，你惊嫌我！你是咧创啥物啦？恁后生无人甲白骹白手啦，伊要转去唔转去吼？你免问我啦。英俊啊，你爱去你。卡桑，我也是共款迄句啦，除非你答应我甲阿结婚，若无我唔肯转去啦。好，你踮在遮豆豆啊等，
等下我若破产掉头，你才倒转来收尸。领导呀，袂使转去啦！恁母啊，规家多端呢，你即阵若赶转去哦，你敢还是要搁拖到当时啦？英俊，你转去啦。嗯。英俊，你也是转去啦。恁爸爸的产业你会用无爱，不过你袂用放互伊倒去啊。你转去啦，你转去我袂讲你无情，不过你若是无转去，人会讲你不好。只要你有心，我会用等啊。英俊啊，大下你讲安尼也是无毋对啦，啊无你先转去，无定定吼，趁这时阵甲恁老母开破一个，对整个代志会较好嘛无一定。恁爸仔囝拢共款啦，心肝伤软啦。那安尼这个婚事是要安怎才有结局呢？唉，这也是命啦。卡莎，啊无将代志讲好清楚，啊干那一直哭，敢会当解决问题心啦？是伫人的手头，咱免后人发度。咱是股东呢，哪会讲钱伫人的手头的啦？咱股东无人的南山啦。文生讲起换厝的计划，就要等到明年去啦。那厝若搁起好，等下咱钱若收着，我看咱洗啊手早就拍落去啊。林文生是要算啥？你凭啥来插公司的代志？凭伊是公司的总经理啊。是啊。但阿母用，就是看介意文生互伊做假赛，莫怪伊伫咧嚣摆啦。人这块本来是要留互你呢，啊你都唔把握机会，到即嘛就去挂人的目镜趁食。唔免啦，啊咱煞袂晓退股是？啥会啊？退股爱扣钱呢，啊我白钱去互看衰，即口气我顶袂落啦。你想遐步数我拢想过来，无彩甲你饲甲遐大汉，搁互你读到大学，结果你的头壳都无比我较好啊。卡啥？厝的大细项代志拢你咧烦恼，免讲我读工嘛无你的好。莫拄我搬喙紧啦！我想即件代志是婉如唔甘愿，存心要来报冤的啦。即个婉有是真无聊的，感情上的代志会晓就斗阵嘛，啊袂晓就准拄好啦。讲啥物报冤？英俊啊，伊家己认为伊就是千金小姐，唔知伫咧唔甘愿。我看吼，你去甲会一个师弟，讲两句较好听的话，代志看会较婉转的。看想要起款厝，遐些一钱要全部还咱。亲情若做无成，啊钱若当得到手，做朋友嘛无要紧啊。我做袂到啦，啊我也无亏欠伊啥，啊伊介意我带我的啊，叫我甲好喙，免讲啊。哈，啊你是明明出事要来误叫我呢，叫你甲会一个，毋对你也做袂到兴。卡莎，啊若讲为着钱吼，爱甲阮有好喙，爱咱规起来带啊紧啊。搭下海咧散鬼，要哪有钱？这你更捌啦。昆上阿伯有一卡箱仔，迄卡箱仔物件是三代食袂空哦。这要哪有可能？啊，他昆上啊，伫咱这庄仔头散甲鬼都要撵去啊，逐个嘛拢知。伊哪有啥物三代食袂完的想法？啊，若甲安尼，伊哪就去互办倒？啊，若欠钱欠到洪灾就无厉害啊。卡莎，迄卡箱仔我捌看过未？干嘛呀？当然是你啊。卡莎，迄昆上阿伯吼，看我遮尔坚心要带啊啦，啊而且我有讲过啊，我甘愿为着感情放弃咱兜的财产，伊看我足甘心的啦。啊伊嘛讲过，伊讲伊拍算要将迄卡箱仔要互阿做嫁妆，即卡箱仔秘密连阿拢毋知呢。你是咧讲民间故事，抑是咧讲放假？卡莎，啊，昆上阿伯嘛才这个查某囝离异啊，哪有啥物经营财宝，敢有随便报人财产？讲嘛是有道理。
理哦。啊，煞咧就是迄婉如甲梅生啊，因两个已经讲定嘛，咱即马搁去是毋是假闹开的？啊即边有人搁有钱啊，对无？啊，即款的道理，敢讲你拢信无信？也毋过，我甲坤祥冤家安尼，即嘛是要为对甲人讲起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讲到你吼，心肝该当掠摊还的时，你才咧落卵。啊，等这声放伊转去啊，因老母搁甲哭哭的吼，伊就搁杀无涨。英俊老坚心，惊的代志根本都毋是问题嘛。就是惊伊袂坚心啊！你还搁听无？连恁老爸嘛咧讲啊，讲万一代志若无成吼，遐是命啦。意思就是讲吼，逐个母甲遮来吼，拢忝啊，看较善啊啦。万一若袂成吼，规矩煞煞的。你还搁听无？啊你呢？我就踮边啊斗闹咧啦。啊，等你的代志，我敢会走闪？太传，多谢你这样关心阮的代志。恁哦，毋是恁啦，是你啦。啊，等英俊啊，迄个好命对啊，规世人正清，人拢甲款便便啊。我哪有啥物通甲烦恼的？我关心的是你后半世人的幸福。希望天公伯啊爱有目睭啦，唔通互你遮好的查某囡仔去歹命着。我看吼，我来用一来遐甲看看，啊无伊的耳康轻吼，若无小甲 QQ 的，到时个因老母安尼傻戆戆说。好啦，我咧去英俊遐，我来挽路因兜一转。啊你去阮路遐是要创啥？有真个代志，啊是当面讲清楚较好啊。啊，你我答应哦。你若唔相信哦，阮敲上进来，你去问伊。啊，哪有可能变遮紧啊？啊，世间上哦，你想袂到的代志，佫真多咧啦。对，我即摆来通知阿霞，看要安怎进行这婚事。等啊！阿霞无伫厝诶啦，伊走去找阮路啦。我计是讲你偌尔高尚的，安那无钱就袂大万啊哈！你搁摇摆啊，搁摇摆一摆互我看啊！婉如，你对我大概有误会啦。论家庭，还是论人办，我倒一点会当甲你比咧。对你，我哪有啥物通遐摆啦？啊，毋过赵英俊伫你面头前我歹看。是啊，你真高尚啊，你真摇摆啊！恁两个是金童玉女，恁两个相相对对，出世界互放炮而乐嘛。婉如，恁该生气要创啥货咧？阿霞甲英俊啊，只不过是好心良本色利益嘛。你点去？文生啊，我甲你无啥物瓜干呢。你要娶啥物千金小姐，迄是恁家代志啦。那我甲阿的婚事哦，免你搞插啦。要紧。吼，真牛！我掠准你是要回失的，当时啊是要冤家哦。对你啊，我无啥物实力通回啦。迄个真歹讲啊啦。人阿霞来阮遮，头顶仔要转去。讲经公司，就莫为难恁老母啊！等因就知伊讲投资偌济哦，讲啊面优面角，那调阮甲因倒去共款。啊，你安尼是互咪苦咧？你哪会？恁妈妈认为婉如故意为难，是因为我的关系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我当然嘛是来甲婉如讲一个清楚啊。伊要帮要拍水在伊，只要莫为难恁妈妈就好啊。啊，你哪会遮尔戆啦？阮卡上是予婉如逼到无地出开，伊毋才来牵拖你，你煞走来遮了糟蹋。伊哪有戆啦？来遮咧啼啼哭哭，无定定阮心肝一个软，整理场放互恁方便。啊，恁老母是欢喜咧，就甲阿霞入恁借家的门，安尼伊毋着冒死啊！你毋免食咧加好势啦。阿霞本来该当做好新妇啦，阮卡上已经答应我甲阿霞的婚事啦。
咱来转，我看伊个咱偌嚣摆。你转去，你哪转去啦？何必介生气？卖生气，一个来遮假口假甜，一个叫我卖嚣摆，伊甲我当作是戆人，耍来耍去心，你叫我卖生气。婉如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无意思啦。啊哈，莫甲伊讲遮济啦。那伊这个人哦，敢若目杂啦咧，无花无目屎啦。你讲啥？哈？先有话好好讲嘛。你一个人生气，啊，讲我笑牙牙，你要搞有啥？要搞有啥？你想要创啥啦？放手啦！啊，查某人闪啦！你放手啦！你想甲对因做安怎？你真查某人，你假心。伊一个查某人，我是会当掠遐用站的哦。婉如，该讲话咯已经讲过啊，希望你莫计较，莫搁对因做因我计安怎啦？英准，咱来转。好。先生，我才看你有才调，对查某人后壁你偌久啦？婉如，莫安尼啦。走啦！啊哈，阮石家拄仔行到时代咧改变，生意咧歹做的时阵，即马才要来甲你讲清，毋知你会惊袂惊吼？无啦阿姆，我对因做的感情永远拢袂改变啦。啊，若是讲到生理，有影我会晓学啊，啊较困难的，我再斗骹手就好，这哪有啥物通惊啦？安尼真好，道志上啊遐，我才咧走一逝。啊哈，阮卡上个已经答应咱的婚事啊，啊你敢咧无欢喜心啦？无啊，无，啊个明明有啊！你是咧烦恼讲阮兜下迄个阮有因歹倒心，啊无才调你食好穿好哦。你若认为我是迄种查某囡仔，爱连去娶别人啊？安尼我嘛免笑咱两个的感情。啊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。对因厝的环境目前的困难，我毋是毋知影啦。我是咧想无，恁卡上对我的态度，哪会忽然间啊无共款？哎，这毋遮简单。啊，阮卡上吼，即摆才知影你是上好的新妇啊，当然嘛随时答应咱的婚事。则无咧，你看伊讲找我去挽录因兜的代志，伊嘛是先甲我妈仔讲啊。这个依照对我的态度，嘛无啥物无共款啦。哎，这你袂用怪阮卡上的啦。啊，伊个平常时做头家做事惯，拢也比较大脑空嘛。啊，等咱若结婚了，咱就是家人啊。啊，伊对待我安尼来咧疼惜你啊。啊，为着咱的将来吼，你就莫甲伊计较遮尔济嘛。我毋是计较啦，我是想无。啊，莫甲伊计较，你个欢喜才对啊。笑一个咯。哎呀，好啦。哎呀，笑一个啦。啊，拜托的啦。对啦对啦，我今仔日吼钱毋兼媒人啦，安尼讲亲情才袂去互顶大啦。啊若无吼，亲像迄个媒人喙，好蕊蕊，三讲四绕开，安尼吼，咱会去互昆上遐笑啦吼。就无说啊！啊，你今仔中面甲我闹我遮尔吵吼，我昆上煞会着青惊咧，担当袂起啦。